肯江山定情，为报君恩，红楼失情。崇祯教育后期苦人，人也受其因为爱情。4个年世起，上片台词白茶让你一来看《白富美拿单山穷猴记》。许仙开张白虎堂，努力写到王永昌暗中遗爱，一般新开店，回分到靠着一天生意一落千丈。所以陈先生啊，才晓得许仙这座白虎堂的爷，不令眉来追星，吃子弄得不吃要吃杀人，大家侪不起。今朝第9天，苏州人不来自个靠北人，啥地方人嘛？山西人，弟兄弟里，山西到苏州来做木材生意。大船浪向侪是木头，刚巧从西门进来，阿哥介绍老毛病复发，把他现在讲严重的胃头炎。那么李呢，经常发病，用不着开方子，兰花头吃3样药，谁也喝。所以关照兄弟，前吃辣盖到窗门太师码头，关照兄弟打好来人，穿好铁板拿快递，随便啥个店里向，觉得是药材店。当我拿3样药，出子回转来帮我摘子吃，我会得喝。兄弟觉得半死，打好来人，穿好铁板，打到桌子上一看，哎哟，一位新开店，这座白虎堂。你也不晓得许仙店里向个药法嘞，所以要紧过来，打到拳台浪向嘛，打上招呼。葛先生，请了，请了噶。今朝个许仙。本来心情就不老好，为点啥么？搿个生意开出来蛮好个呀。介绍几天过啊，现在辰光一落千丈，所以心里向昏闷，还说跑到拳台浪向了海。一看么，哎哟，今朝带来人子哈，还在得做生意吧？啊，这位神兄，请了。请了，请了噶。你可是来吃药的？这个老子没有哦，没有。那么可有偏方？这个老子没得偏方噶。咦，毛样么那没得偏方的呢哈？那么你也没是什么药啊？这个老子要没狗炒你俩，西西炒你俩，我炒你俩。对对妈妈，我也听说着，先生辣马山门哇。哎，神兄，先去看中不言骂人。这个老子不是骂人噶。那么你也没是什么药啊？这个老子要没狗炒你俩，西西炒你俩，我炒你俩。啊，你为不是骂人了哈？边浪向个宁波人一听不灵，老板生意不灵，赶紧呼叫，个老板娘开我来，我来。是。个仁兄，侬不要倒江湖好吧？买药总归有偏方。这个老子没得偏方，搿侬没偏方嘛？说个要讲讲清爽。这个老子要买狗炒你俩，西西炒你俩，我炒你俩。那个石牌还不是马山门，说我不是马山门。别烦你，为啥子？为个别不理，笑下来要买几样药，3样：干菜2两，西西菜2两，花茶2两。毛病谁出了第3样，花茶2两。搿山西人讲闲话快，这个老子要买干炒你俩，西西炒你俩，花茶你俩。搿苏州人听了让是当是马山门，宁波人想是样出卖的。本来生意5百，难得来做生意，为着手法清爽，要摆好，让搿个朋友回到船浪向让你阿哥去吃，这次吃得哈了话，我不怪账。今朝1月天，许仙这座白虎堂的生意也做上计划，作业随时这个3样药一支生意，12个小童的像老容易把这个一条，2个先生等到打烊，日日要盘账，摆到账房给老板许仙打。
那么两个先生，你都非要寻开心的，搿宁波人呢欢喜寻开心。上头报账，摆上来呢。 1384。哎喂，啊，你哪喊得出个来？正在店里向生意也没办，啊是了。江先生，哎，跟我放在报账是隔壁米行里向的账。哎，这个啥辰光之内会寻开心了？搿么你店里向呢？当地生意啊！哦，搿么当地生意啊！宁波人拿生意的铜钿像蓝容易拨上一条高把虚线，虚线闷上来一起。也是我搿个手新开这座大步堂老板，我叫办法的。别人讲说一日天子下来像过年这样一张，我像蓝容易拨这样一条，郭金虎一条。两位先生，我不要开店，我要关店了。啊，法人真上来。不晓得刘老娘娘嘞，来这等下来，带扶梯可以走一走。啊，苦神，你竟回来了！回来了。像今日地中生涯随后，那不门生意打算，一门生意起头来，娘子，说问今日的生涯都在这里呀！拿出铜的盲针，张子里向，嚓啷一跺呀！哦哟，娘子，我不要开店，我要关店了。哈，哎呀，娘娘对你妈妈，三个人啊，你石头三个像山头上分长大了哈。哦哟，也关店子，开店呀，本来就不容易的。那么来着讲一声，你店开出来也是一个呀。哦，开出店来，你当时生意一家喊个，总归也喊喊哇哇。哦，这两天生意不大好，你就也关店子，这个哪来塞呢？我来求求你吧。哎，孤神，想你是哪里话嘞？高举茫茫，我少浪不想睡。送好最大，收最大，那夫妻两家头创业不容易。我总不指望自家开店，一日天来点生意，那么心里向还平衡。我本来一日天也做到8把钱，现在难得一做生意像蓝容易把这样一点，还是差像我这样差得来，我自家弄不动。等了阿叔店里向，别人讲马三门生意做得在屋里向500、300人也来吃点包牙吃吃。我自家开店，别人讲闲话弄不动，出眉头，娘子，我一定要关店的。哦哟！那娘去没了哪去？搿心里向也觉得奇怪。为点上么开出店来，你这个生意的确是蛮好的呀。那现在几天一个一落千上，啥个道理不晓得。搿么是讲，让来看看阴阳看，说人机阴阳，一看嘛，
呀，我真明白了。丑女为花永强，设下猎来龙计，眼里催命神，手臂无人归。你知道神呀清弄不清爽，我寻不出毛病，我蛮正常。娘子，身家清淡，恰是为何？那不知为民是红也是悲伤，那花永长设下来龙计，眼神淡的中做后吧。孤身，我岂问你，想你家苏大人赠予你的药，你可能细细观看么？高主啥个意思啊？问我当时我阿叔弟弟想进得来个药，我眼看，我看的，我后把翻开来看，阿叔弟弟想个药我登过清清爽爽，侪是四川成都对等好。我看过的哇。你看过噶？是。那全部看一看呢？我这翻了上边，没有看到里边呀。姚官人，那么今日谁子你快快下来，仔细杀开一番。那么清爽，高主的意思，阿叔进得来个药料，上头是黑药，下头是垃圾地加水，没来追星，害我虚心。你也让我得关脱，关脱500地方去，再回到你大圣堂去。想法可能阿叔对我这样哈，我把店开出来，样样侪是脱理的。但是高主反当我真开心，不能等下来，为分接近仓库，天地牛王4个好的，一个美来追星之气扑鼻而来。哎呀，叔父大人，叔父大人，你这次狠心，将那美来追星之药美于小口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，不能真正回到房间。娘子啊，果如不出娘子所料，我家叔大人美于我的都是美来追星之药。明日我与叔大人去石头打鼓。哦哟，三姑娘的脾气还是更的，门在一起打官司着。搿么哪是搿打官司非晓得个？官司呢，总归利赢利失，但是呢，官司银子不怕用上个呀。啥子么？你现在虚岁的名气，让那受罪人里向已经吹脱这样，搿这样呢，你啥日为也走下去了？那个名声是俺话，啥人这样来为带着地里向来毛一样呢？今现在辰光我要想个办法，啥天么既然呢啥日喊起来，为也拿那个名声背走了。一些辰光嘛，那三姑娘啊，让我高兴来帮帮那个忙子。搿么娘娘也有办法，哪会得唔办呢？你我只1384年得了呀，有搿点胆来呀，南京一动么，于是夫人呐，娘子。
所用。告诉当我讲搿个美丽追星之夜，你反夺脱，我还为谁怕用上，非不利用。搿种头名也多贪不人呀，娘子，此话真假？是啊，果然呐。家师尊，哦，李三老母，是啊。告诉你不作心，你当我讲搿搭夜里向困觉，我困着，你分困着，你到师尊李三老母无非。搿么你上天不开心，我让我看看呢。我见没见这个虚心，分看见过三人，看见这三人妇还出卖的，娘子啊，那么你如何不将心比人，让我看看你家师尊？哎呀，三姑娘，你说得出该？啊。你是凡间人呀，我师傅你是仙人呀。哦，搿凡间人眼睛哪可去见仙人呢？要是看我反看，那是不好的。哦，那。上我师傅对我讲个呀，你讲个到底啊，你就不晓得。城内苏州城里向的老百姓了，有种说的有发大海。福建地呢，不是欧国，那么天来要关好子。马上来看啊，过几天也怕下瘟疫。哦，有瘟疫也来。瘟疫一起来了，苏州城里向老百姓个个人侪头皮痛。真的？痛得来，等那地上向要血来滚去。那么我师傅会对我讲的，如果老百姓头皮痛，阿鱼也可以治疗，有个，但是搿个也蛮个别个，啥天也在地里向搿种海药唻，不怕用上个。对一呢，拿搿种美来追星之药，那么呢，吃得海头皮痛搿个毛病个，以毒攻毒。那么三个人啊，你想呢？一美来追星的药，那么当我讲个，备一6种药，6种药，哪个6种？也不好规定抽功止渴，再加一片辣生姜，吃下滋味满。真呀？你可明白了？许是听我们介绍眼瞪瞪，眼瞪瞪，啥个么子？苏州余两个后头不大灵光，上场惊动，要怕瘟，马上又有瘟疫来。那讲这个瘟疫呢，虽是头皮痛，还是便当的洛阳药，不规定抽功止渴，观察事项。外加一片蓝山姜，外加海药不能吃，白用华药吃，谁是美来追星之药？告诉你啊，对个，
娘子啊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姚官人，啊，我先问你，那这老肥药，你汉药你冇啥价的？这个洛阳药，倘若不是华药，是汉药，药当中还是一般性，不是名贵药了。他卖7文钱，那么谁经我们也卖他21分？要么拿了结婚，汉药没吃动的，华药卖来最新垃圾的。你也忙你一个东西翻2只跟斗，娘子，你许得与我开玩笑哎呀，我不当然真开心个呀！啊？官人，我来问你，啥？ 2位先生呢？哎，说一点了，快将他们喊起来！今日的晚上也包药的。包药，这高主啊，我不是药材店，不是南货店、糖果店，搬哈子卖出去。药材店是要来房子，再搬子卖出去。你哪叫我搬药？娘子啊，你许得与我带去？哎呀，我不当然真开心个呀！啊你就快去吧。真的吗？嗯，你碰着个新人，我碰着个出来，这还听高主闲话。我房间楼上店里，不晓得店里上张丽后宫2个先生辣推起，蒋先生，哎，吕先生，开来不来是来？那你100万吃着阿拉2家头要回到元庙馆买老虫药，也动身子一人，搿娘妈些10来话就黄永昌老人，还有人话一人了。搿买来走凶只要买8路，搿外头要吃出人性命，谁是我？搿阿拉老板倒霉，哎，还转起来。你搿么再转去着哇？凭良心讲，老板娘对阿拉勿错。哎呀，哎，运到5月了，回去我们转去着哇？前吃许先生来。2位先生，开门来。哟，吕先生，喂，那来杯来着叫？蒋先生，不要再讲晓得？我晓得了。哎阿拉老板勿是苏州人，哎，伊是杭州人。杭州你们哪呢？搿杭州老板有杭州老板规矩，啥个规矩呢？你要回头弄生意，夜当头勿好困辣海，啊？要叫侬连夜就皮头铺盖滚蛋。哦哟，带错卡了海不哈？娘妈信我屋里拉人不哦来，哟，不要再讲个，搿侬搭老板打打我来去招呼。，哎，商量商量对不许。哎，好个好个，嘿嘿嘿，我这样子来办啊，正是当你商量商量着吧。怎样？你也晓得该哎，你马上侪要关店子。那么你今朝夜里向呢，让你2家头再住一夜天。因为辰光不再这样，也是嘞。当你商量商量吧，哎，你再让你困一夜天，明早再浪下来，你自家就铺盖滚蛋。许三带你都忙忙都愁错脱着，还是我现在来排门，马上叫你都卷皮头铺盖滚蛋。生意不灵，搭侬都不搭讲。毛病随时出了，还说黄永昌辣害我，你都对我是不错。搿么呢，把你都信心。2位先生，你们弄差的了。你哪弄错噻？我不要关店，我要开店了。啊？哦，你也开店噻？对我老板，哎，搿侬要开店，谁是我？搿侬开店，阿拉2家头侬真本事，带侬上身上去开下去。对个。都是2位先生，你们说说，与我起得顺来，下得里头，啊将那博物馆等参观之课、观察事项、洛阳药包讲起来。哎，吕先生，蒋先生，哪当我不动作啊？跟我奇怪了，说起这个洛阳牙去搬起来着哈阿，拉药材店的，你不是打过店，对个，给你搬起来毛不少人呢？搿你有办法了。哪能？伊老板你好记了噻， 7钱1碗凭他师傅，7钱2碗，是才要管的，下去嘞搿再下去做啊。 2个先生弄不懂，那个老板半夜你才讲关着你搬药，要么总归来房子了搬出去。吃老板饭，听老板闲话，我店里跟老板到店堂里。2个先生把许仙辣辣边浪向把娘娘关在里。啥体？你也一定做桩事体。等到2个先生一摆摆下，你辣辣摆下个药板上头，笑外高一片蓝上江，搭出稿子别弄哈。2个先生摆得蛮快，许仙上头，笑哈外高一片蓝上江。
不晓得梁先生速度快，许仙高头来不及想。关张仙女过来，说老板娘，隔壁客是的老板当我朋友，你当我朋友开门，关张老板马上开腰鼓，当我刻一张大点的图章，上头刻熬高一片蓝山江。实际你一高头挂张图章，你到梁先生班，你一高头看，晓得老板放心。许仙。关张和自家上帝里被高山困个，两个先生把仙女观看，一夜天搬到少辰光，半夜里现在讲12点开过，两个先生搬子菊花叶588，不得了！仙女观图章上头刻好，哒哒哒哒哒，巨台上签好，老板关张你把要门闸开出店来，肯定骂得他。所以困觉一小时过10点来着，许仙带头殿堂里向搭梁先生仙女观，一本正经蹲做生意。从早浪到中浪，一直到夜里上10杯打烊，500多杯药100分毛脱。那么许仙后，不能真正上来，娘子。官神，你与我开什么玩笑？今日的众生呀，随后生呀，100分毛脱。娘娘先叫我写出来呀，你是毛不脱的呀，我为分去泡瘟疫了呀。要官神，那么先请2位先生你，说对了，快将他们喊起来。啊，今日的神剧夜8月，月夜8月，为夜8至天明的。啥个？今朝拉水也把通宵，对告知妈妈那种老板娘拉水的，我不懂你老想啥个难劲？你班子这样的要中国毛特半部么心里想平衡的，昨日班子500多班100分毛特，今朝关在梁先生仙女观也把通宵，你叫我老板我哪讲？我可以让我，但是没办法，告知。比我远大里，我总归听高祖父为主。忙着下头，上店里喊梁先生仙女观下来吧。人不人张先生两高头龙不动个江先生，李先生，娘妈些个老板生意5月还要摆呀，多少腰里向摆呀，要报通宵了哟。别出来啥个？下去来，再下去是会。梁先生仙女观下去摆呀，许仙不敢蹲辣殿堂里。在灯浪浪把人不人讲个老板，侬不要有福不想坐等天亮，要把你出卖的。让你早点到楼上被高知府困觉。那么梁先生仙女观凭良心讲对老板忠心，老板关着8，搿么就8，梁先生8，仙女观看。不晓得搬到后手来，梁先生一摆一喝，一摆一喝。那800要为他喝，梁先生弄不动，你都搬200旁边都500，搬200都500，搬200都500，呀！这看这个呀，哒，一把对上来，不晓得白娘娘会在小青青开盒子，问到梁先生搬来不及，到辰光陈地人啊，书记谁也都没通，搿对也不够。关在罗斯海市电路旁边把你花5个小句，一眼发印脱，辣辣边浪向下了办，所以你多搬200都500，搬200都500。那么龙江特仙女观，仙女观本来是看图章，2个先生班离多远一高头看，不晓得啥上头里都500，你一高头要搭7高头比，1比7，哪是好像在我身上哒。忙得半死，不晓得梁先生仙女观吃不消，昨日大爷搬到12点开过，今朝要把通宵，特别个仙女观咋睡呀睡，搬到老辰光12点开过，山高头困着子一上半，实在吃不消。别个搿个山高头困没困着，各有各困。困的方式侪不一样。张先生本事再大，
搿朋友会得立牢牢困着，立牢牢会得困着，本事大。李先生本是哈佛山，水里向拿过凳子，那个下巴望正凳子浪向一刮，搿个凳子歪得些叫也断脱，财土是牢牢地牢打昏。三年过搿只大帐分开了夜班了，开了个水井里向，空浪的站在水井里向，一整财土是牢牢的。得，哎，三清清这样来着。水里向拖只盘，盘里向来一锅子个粥，底浪向一盆白糖，一盆肉松，还有几只锅做个三菜。但留下头一口没吃色，才困上这不哈？啊，两位先生小二姑，醒来！一好，当子老板来茶要打客冲，难为情。跟我当少人请家家。是啊，那欧家娘娘请你们吃点心。要些，不要饭。各种老板娘们真正上路，菊花天生你。昨日、昨日到今朝离了，哪趟得了？晓得今朝要把通宵，老板娘关着小青青送得来个夜宵，一锅子粥，一盆白糖，食物、皮蛋、肉松、酱菜。哦哟，货色蛮多。看见小青青追，这个宁波人不得了。前腔大皮我，搿江先生，阿拉老板娘派头好。谁是吧？哎呦，吃粥搿是了。吃的。哎，跟我听见吃粥了。那哈？眼睛闭路。哦。哎，我宁波人欢喜吃粥了。搿么你吃呢？搿么宁波人啊，乃欢喜吃粥，大家侪晓得。你欢喜吃糖粥，搿么别人家还欢喜吃的。搿个朋友再好不大，剩下一碗粥。一盆白糖往正自家屋里向当一菜弄爽快。哎，你听点本我呢？跟我宁波人欢喜吃糖粥了。我也欢喜吃搿个。搿侬拿肉松、食物、酱菜。那么吃吧，吃吧。哎，搿我吃嘞。一碗糖粥，望正纸玻璃一菜头，吃大肚皮里。江先生，李先生，我吃了糖粥。那哈？劲道十足，我真的来着。哎，搿么哪呢？我要炒三锅了。我要炒三锅了。对个。你炒呢？阿拉宁波有宁波的用脚了。对个哇。比绍兴大阪难炒。哦。我一般不炒。搿么你得炒炒。搿今朝吃了糖粥，我要炒用脚。蛮好哇。哎，侬听好。啊。搿个朋友啊，不管别人讲，半夜二三更，你要炒宁波用脚。搿个宁波用脚难炒得不得了，喉咙三杯香，脑子一胀。搿江先生，跟我上有五有炒。搿么你炒这个还是了？搿我今朝炒开了。哦。饭乖，真啊饭要没乖。皇帝老官坐牢监呀么，皇姨娘娘来带盖饭呀哦嘿。现在啥辰光子了？半夜三更子呀，儿子该到点了，单身也不必，隔壁乡邻侪困着子呀。嗨，本来这样汪啷一吵么，大家侪醒着。喂，你都讲人家哪桩事体啊？半夜三更说的汪啷哈，再吵过来，不等啥回来吃。对不是，我困死懵懂唱三歌，实来讲困死懵懂唱用的，到底吃个粥，不是吃个饭，500上来。介绍班子500几百也困难，不过今朝有5个老弟兄暗中相报，不得了。大打后手来拳台浪向把握了，仙女官拿藤鞭一藤鞭，放得天地牛王4个好不该。200几花要满3000把，弄得地堂里向仓库里100也把30把，不像地堂弄得像好的。一小一个10点来找徐先生，今朝把上点呀，开出点来，生意来了。自家带的梁先生仙女官边上等，也是从早浪到中浪，一直到夜里打烊，3000多把100分卖脱嘛。这个徐先真心好，告诉我那人开心有分寸的。
你吃饱子饭，弄2岁上仙女馆白相。娘子，你与我开什么玩笑？我不与你开玩笑的。这种生涯如何？哦，那么古人谁请2位先生呢？爱说的了。快将他们喊起来！今日的神剧也8月，报知天明的。又要报月，甚至要报知天明。哎，你快点呢？你不快说，我来不及噶。想想搞出那个人男子俺打坏脱了，10个点药2药天把100分毛脱，但是没办法看的搿种腔调，下来生意真个会得来。许仙，我雷辰光白娘娘关这里，你没点困，小姑娘，你今朝辛苦一下，当我到下头去，让你读罢，你蹲辣边浪向写40张光格，光格浪写。出忙复为领队灭牙，地点专指上8户堂，每8年1份，年1个铜钿。天亮之前，关照仙女馆当动奖，当我城门浪向，玉庙馆神仙庙去贴，多一张贴了店门口。那么许仙只好下去喊2个先生仙女馆再把要么人不人跟着。搿娘妈些生意5月天天包呀，谁是摆得上辰光家？搿我晓得了。哪来？阿拉老板出为阿拉2家头2辆小人子。是个。老板5月生意，小太要叫2个先生当中做杀脱一个，伊再卡我了。有得错卡了海话。下去来。你追着喂。 2个先生辣老板仙女馆看，许仙辣边浪向光个，人不人弄不懂。蒋先生，李先生说起来，搿阿拉老板有福福相，哎，些啥东西？现在了小点上个文铃。侬去开开了。哦，我来去看看啊。哎，侬开。头偷过来一看，没弄不懂呀，来边浪向像个毛头皮痛个牙。李先生，啊，我看见着，你这个来边浪向来，出毛头皮痛个牙。头皮痛呀？头皮痛。好个。小太。 阿拉老板打伙计来码头吞了1帮头，哪讲法呢？阿拉2家头5月生意，玉庙馆卖老中药。哎，阿拉老板5月生意卖头皮痛药了。把你这样都吃么子了？许仙代理茫茫人不人，难别戳我眉头。我话龙福清，你告知我关照我这样做，我相信你告知我。那么呢，白娘娘夜里向要派后书，明朝苏州城里人啊。 全部头皮痛，生意来了，无为继续。秋林尽染，畅醉悠悠岁月；珠落玉盘，声声沁人心脾。低吟浅唱，曲曲动人情长。苏州市评弹团中青年演员风采系列展演《姑苏韵秋》，5月29日起，苏州电视书场为您呈现。